花莲马太安溪这水头的放山湖受到风台影响，水已经填出来，甲这马太安溪桥冲较长去，这光复市区也拢淹水。成功了，一个基部役士兵练习拍靶的时阵，却无细力去伤到伊倒兵兵和目睭，医生表示讲，这脑部还有喙片目前无都摕出来。台湾高铁甲日本买12组上盖新型列车，这噪音阻挡还有列车稳定度拢有关，行李空间变大，上紧自2017年的时阵投入营运。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3新闻世界通》，我是嘉豪。节目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到花莲地区，搁这花莲的马太安溪这水头的崩山湖受到风台影响，水是规下是愈底愈侪，再加下晡2点外的时阵，水就已经填出来。这大水呢也冲向水尾去，甲这马太安溪桥规个冲上去。伫现场监控的这工程人员呢，也赶紧来撤离。也因为这大水是冲向着花莲光复顶地区，车路也开始淹水了。上深的所在有淹甲一站楼悬。啊，若讲到这台东的太麻里溪溪水也是规个涨起来，市区有真侪所在拢伫咧淹水。冲上来了，冲上来了，真的很夸张哎！大水冲过来，流甲真急，搁淹土石，而且是一直流无得停，这是惊人的场面引起灾情。啊，桥不见了，桥掉了，桥掉了。眼前的马太安溪桥，一日就互土石冲甲长去，规条桥互水淹去，变甲无看到。在场的监控人员随上车紧驶走。满了，没有桥了。花莲的马太安溪水位是熊熊淹起来，因为水头的崩山潭已经满啊。第23下晡2点外，超过脱水的上限9100万吨，出现溢流规个冲落来。完了，我的车在车库，怎么办？哎呀！这溢流是搁紧搁凶，伫水尾的光复乡是第一个受影响，溪水灌入来车路，汽车拢总浸水，搁互大水冲走，路变作海，愈淹愈悬。这是我们家里一楼都买了，一楼都买了。这水淹水的状况是持续拖，民家厝小连线拢受影响，搁有人出门拄着做大水，只好甲条啊揽条条，处境是真危险，嘛互伊的囡仔着急发文来求救援。面对溢流，虽然花莲县政府是提前做疏散，但是水尾有超过8,000个居民，真侪人拢堆伫避难，刷去2楼、3楼，相关单位嘛持续监测水位。监测湖的状况，还有撤离的状况，这些的掌控是一直都有在联系掌控当中。我们成立了前进指挥所，那现在已经成立，那整个这个医护单位也已经成立了。风台花家沙的侵袭，唔那是马太安溪，花莲大桥的水位嘛起得甲真紧，因为大雨无得停，隔壁的大东关，包括太麻里溪、大东大桥溪水嘛一直拢在淹，市区的南王和丰英里开始做大水。昨到今日安尼暗吼。三届，迄风台愈大啦，淹去内底。因咱大间拢清气进去啊，那个淹来。花家沙过境，花莲大东落大雨，伫真侪所在造成灾情，各单位全面戒备，莫互危害搁扩大。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届风台呢，伫恒春半岛也个小琉球是风平雨阁较大，这海涌呢也甲这水流差拍起来环岛公路。伫恒春半岛早起也发布这大涌警报，提醒民众烟花有6米高的大涌。另外，这强风呢也害屏东的山区，这乡镇失电，要到2000户是无电通用。也因为烦恼讲，这山区呢，若准落大雨会造成严重灾情。高雄屏东的山区也行以风声撤离，有撤离2000多人。一涌的大海涌现情化，大水查嘛卷起车路，小琉球海珠口河南挡袂牢煞冲登去，关岛公路嘛真惊人，有本数甲大水查海涌持续陷起来，海涌至少7至8公尺悬，车路规个如苍苍。这边是我们的后石群礁。气象署资料显示，23世纪9点，小琉球涌上悬6.8公尺，大福湾加油站边秘密沙坡、高桥滚达、海珠口拢出现涌真悬的情形。大福渔港甚至涌有限过爆发。恒春半岛原有类似的情形，当地阁发出警报，强风嘛捌造成屏东县将近2000户停电，真侪拢是伫山区的乡镇，尤其是西雅乡停电的户数上侪。是在那个变压器那个地方这样。台风天啊，怕没有路灯也是危险啊。当地路拢管关真歹行，爱由工班早旗鼓行路入去，先甲倒去的树尾抓走，才会当抢修。寿卡地区
多处断线了现场真的是泥泞不堪山路难行欢乐花甲沙伫高雄屏东山区出现灾害性雨量，高雄南马社、桃园、甲仙、六区、武林五山区拢总撤离1835人，屏东市撤离459人。屏东气象站表示，22恒春镇有测到上大阵风10级，湾州附近原来有测到14级的阵风，23伫后壁湖原来出现10级的阵风。虽然陆上风台警报解除，外围的宽流所造成的影响也是袂使无注意。记者采访报道。讲到这粒超级风台花加沙一吞大菲律宾的北部，害几落10万人就爱撤离。因来讲到这花加沙呢是向西方走去到中国香港广东，因那当地遐个人呢拢当咧带咧等咯，因为这风台是真强，因那这航班、铁路、学校也拢先暂停营运啊。土石流甲路砍去，怪手甲挡路的土树尾塞去路边，穿一条路互救护车会当过。超级风台花加沙带来强风暴雨，22下晡扫过菲律宾利宋岛北边、巴布延群岛，互北部真侪所在落大水雨甲土石流。本格特县的图巴区发生土石流阻碍道路，当地市政府紧通路。卡加延县的圣安娜区有居民调到，菲律宾海岸防卫队无顾风雨，紧去救人。Atau mahas, tapos naririnig ko malakas tapos may hangin yung kapon hindi ganong tapos pagising ko na lang malalim na. 伊洛高省因为防暴淹水，民众掉伫内底，海岸防卫队用缆索救人，搁一家一户通知民众疏散。因为花加沙的风力要达到每点钟280公里，是全球今年以来上强的风暴。互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全国灾害应变机构全面戒备，搁调动所有的政府机构救灾救人。目前已经有超过10万人撤离，其中1200人暂时住伫收容中心，其他民众是投靠亲友。大马尼拉都会区甲利宋岛大部分地区拢宣布停班停课，不少航班停飞。花加沙一路向西行，互香港甲中国广东省开始警戒。为着防灾，超市货架顶青货、冷冻食品、泡面类差不多民眾掃了了。尋日都有買定啲食物啦，係啦，今日都會去補貨，係啦。咁未買齊嘅，大概消費到400-500度啦。成個街市好似過年咁，啲肉食檔啊、菜檔幾浸人啊，今日少咗啲㗎啦。香港天文台表示，花加沙以每點鐘220公里的風力漸漸挖進中國廣東省南部沿海地區，已經24早起上挖進珠江口這塊里。到時陣香港的風力會進一步增強。目前第23下晡已經發布8號風球，佮宣布香港23、24天氣2天，部分企業嘛宣布停班。大部分客運航班嘛伫下晡陸續宣布停運，已經至少有700航班受到影響。另外，廣東深圳市政府已經撤離40萬個住佇較低地區的民眾，嘛呼籲民眾愛提早囤一寡食的。公視新聞陳思彤編譯。讲到咱台湾这查甫囡仔呢，拢爱去做兵，会提前进行实弹的射击演练。不过这回呢，这台中的成功岭呢，昨下晡所发生这拍靶意外，有一个18岁姓肖义务役士兵使用这 TD91的步枪的时阵呢，唔知是虾米款的原因，所造成这机枪来发射，造成这个士兵呢，伊倒平规个面部的这个头骨呢，拢规个喙齿，甚至是伊的目睭鳞也落出来了。一开始真侪网友就咧要讲，敢是这庆功兵器，军方也已经出面来驳回，摆除是这机械含弹药的问题。不过呢，因无个说来兵器，专家也讲呢，这理论上呢，无可能是伫咧倒兵射击，一定爱对正兵来射击。啊，那这个新兵竟然是倒兵受伤，认为讲这受伤所在是伫咧倒兵是无合理的。另外，敢有可能是讲这枪机平常时保养就出问题，或者是操作无熟手来造成意外。听讲在现场拢录影，这部分可能需要检方来到检验。台中成功岭传出可乘的意外，造成一个18岁姓肖的士兵面的倒面并大面积受伤，性命的正常稳定，但是还未脱离危险。军方嘛伫23下晡对外来说明，初步摆除是机械还是弹药出问题，才造成这个意外的。那昨天这把枪支射击它发生之后，我们经过联保厂的检查鉴定。枪支是没有破损，弹药是没有破损，所以枪支目前就初步的研判，枪支的机械的问题是排除的。
军方指出讲，属机部23处理姓肖的士兵，日下晡当伫靶场做 T91步枪的例行性训练。迄当阵射击线其他的林兵拢已经完成射击，伊是上尾一个射的，嘛是这支枪的上尾一粒枪子。代志发生了后，枪机红送去鉴定，嘛拜都是其他的人无细致去射到伊。神经就像豆腐一样。 所以，当这些金属碎片在散射的时候，它其实就会对我们的脑神经造成实质上的伤害。病医表示讲，目前的目标就是维持生命正常的稳定，差不多需要2礼拜的观察，已经转移到台北的3总继续来治疗。军事专家是指出讲 ，T91步枪是目前国军在使用的主要枪机，初步推测并不是枪机本身出问题，但对这种枪敢会当对正兵射击来研判，这个士兵说是倒兵面来受伤，可能更有真侪疑点。这代表它并不是在射击线上 所发生的状况，就是不是在我们什么开保险，然后这个正常的使用状况，在不同的姿态之下，然后就不明原因的射击。于今日中午，会同陆军10军团人员进入案发营区现场进行实地勘查，了解射击训练流程。 在场人员及使用装备。台中地检署已经指派有职业军人专业背景的检察官来指挥侦办，军方嘛甲现场录影的画面交予检方，另外启动内部的调查，希望会当量早来厘清事故的真相。记者综合报道。 咱台湾是世界当中的台湾，这国际民航组织 IQ 大会要伫咧加拿大举办。若这加拿大下党派机关是甲咱相挺，咱是头一届伫因的国会举办记者会，呼吁 IQ 应该爱互台湾参加。另外，第80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也会起稿啊，纽约有非营利组织拢会举办峰会，这届是有邀请咱的赖总统以录影的方式发表演说。 第80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前瞻，纽约非营利组织照例伫联合国总部外口举办年度峰会，再度邀请赖总统录影发表演讲。While Taiwan is not included in the UN system, we have consistently proven through our actions that Taiwan is a reliable partner. Our position is clear: to make Taiwan even more resilient and secure, so that the global defense of democracies is even stronger. 赖总统讲，台湾愈安全，世界民主就愈坚固。上次国际民航组织 ICAO 伫加拿大明德罗举办大会，台湾行动团受加拿大跨党派众议员的支持，头届伫加拿大国会举行国际记者会，呼吁 ICAO 爱纳入台湾。Air safety knows no borders and no regions, especially one as vital as the Taiwan Strait should be managed in isolation or used as leverage in geopolitical contests. Taiwan's exclusion is not due to performance or capability deficiencies. It is about one thing and one thing only, and that is bending to Beijing's bullying, and it has to stop. 不大声拼出台湾的英文支持台湾的众议员库珀，讲加拿大是 ICAO 的主办国，应该明确表达立场。加拿大媒体讲，总理卡尼承认巴勒斯坦说对台湾加入 ICAO 点点点，分明是有2种标准。记者综合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宏日前伫咧纽约联合国大会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不过伊也强调讲，伫咧当地设大使馆是爱带条件的，就是真正爱放出来含加沙停火。目前统计这联合国193个会员国，有157个国家成立巴勒斯坦地理含政治实体存在。那讲到这，意大利极右派总理梅洛尼，伊是坚持无要承认，不过因国内呢是有工会伫咧号召全国80个乡镇。 这城镇这的人民呢，已经是连续2天大罢工了。那伫咧米兰的街头示威，也发生激烈的警民冲突。意大利北部大城米兰里有5万人参加支持巴勒斯坦谴责加沙种族灭绝的街头示威。组织伫中央车站外围的示威民众，大声喊要求以色列随伫加沙停火，高烧美国国旗。示威者想要拢离车站的时，一群穿乌衫的人向镇暴警方弹石头、金属甲电布弹，引起激烈的肢体冲突。至少有60名执法人员受伤，大约10名抗议者获掠。 这场由上大工会意大利劳工联合会发起的大罢工，有80个城市乡镇响应。
大众交通港口甚至航园连续第2日无运作。 Contro la logica della guerra e contro il genocidio della Palestina. È bene che il governo ne tenga conto e faccia proprio riflessioni. Rottura immediata delle relazioni con Israele. 澳洲的极右派政党意向偏向以色列，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就是其中的一个。伊表示，承认一个无存在国家可能会有反效果。在野党要求伊去国会提出说明，伊也拒绝，引起左派阵营强烈的批评。 在英国、加拿大、澳洲了后，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多少透过两国方案解决以巴冲突。不过，伊也强调，在当地开设大使馆的先决条件是连接得到释放甲加塞平和。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对9月中开始，这罗西亚派无人机去攻击波兰、罗马尼亚，还有爱沙尼亚。今仔日8号，搁再传出讲有不明的无人机伫咧丹麦含挪威的机场遐射来射去。联合国安理会针对着罗西亚战机侵略的代志，要提出严重警告。 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机场的半面是真无平静，受到几只互警方形容讲是体型真粗的不明无人机伫机场的空中登势影响，这个8号上无用的机场，伫当地时间日暗时8点，因为安全的理由暂时关起来，差不多4点钟，至少造成35架航班改降。几点钟后，伫挪威首都的奥斯陆机场嘛传出亲像这种事件。瑞典先驱部报道，有2个操控无人机的外国人被逮捕，但是无清楚感受和机场无人机事件有关系。澳洲的空气伫这半个月以来是真无平静，伫这1礼拜外以来，一直有罗西亚的无人机甚至是战机对北约的民国越境干扰，先是19架无人机入去到波兰的空隙，罗马尼亚嘛有。顶礼拜6礼拜，佮传出3架罗西亚的米格31战机拢入去爱沙尼亚芬兰湾的领空，停12分钟这么久，互支援北约顺风波罗的海意大利战機升空甲驱離。波蘭的總理圖斯克聲明講，任何飛行物只要侵入波蘭，會隨甲拍落來。Decyzję o zestrzeliwaniu obiektów latających my będziemy podejmowali bezdyskusyjnie wtedy, kiedy naruszają nasze terytorium i latają nad Polską. 8月聯合國安理會嘛召開緊急會議，會中愛沙尼亞的外長是提出類似的證據，但羅西亞的代表同款是講，因的戰機是喺波羅的海中立水域頂懸在飛行，無入去到愛沙尼亞的領空，這或者係開會的代表是做伙強烈批評。I say this openly to Russian representative in this room. Your government's actions are reckless, dangerous, and go against the very principl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至於美國總統川普向媒體問到講，若羅西亞升級行動，美國敢會出手來協防和羅西亞相接的北約盟國？對這，川普嘛給大家一個肯定的答案。公司新聞洪如梅編譯。来看这条新闻啊，做外国朋友要来台湾，爱甲提醒哦。咱的移民署宣布，台湾要推动外国人入境的电子下卡网络登记入国。这纸本的入境卡10月初一开始就无被使用啊。移民署表示讲，网络登记会当一个人替其他同齐入境的人写，上济写16个人。若无事先完成上班到台湾了后，伫护照查验进行申报。内政部移民署宣布，从10月开始要全面实施线上入国登记表，等于正式淘汰纸本。除了要加速通关的效率之外，也要减少旅客手写卡片的繁琐程序。Is required to proceed with immigration, and it is also free, fast, and friendly. 电子 A 卡是对今年5月初5推出，有中英日韓泰越印尼等7個語言說明和自動登護照的資料這個功能。外國的旅客大多數感覺講電子化是趨勢，但嘛煩惱取消紙本會讓濟貨人未曉用。We need to reduce the use of paper, so I think it's a good idea. For our younger generation, it is very comfortable and very useful. But I worry about the older generation because they are not so familiar with such kind of. I did it in China, and I think I also did it when I was coming here 5 years ago to Taiwan, and I also had to do it on paper.
and also there were a lot of people helping other people, so even older people could get help from them. So I think it's a step that you have to do it online, but they also giving service, so it's okay, I think. 移民署提醒讲，需要来写的对象是包括外国的游客、中国的人民含港澳的居民，各有无户籍的国民。另外，为着考虑到家庭含团体旅客的需求 ，TWAC 支援一个人，加计会当替16个做回来的人写。其实我觉得比较可惜，缓冲其实比较短。韩国那边呢，就是今年呢公布要开始电子化之后，它就是电子化跟纸本两个同时并行，一直到今年2025年的12月呢，才会全面取消纸本的部分。台湾能够有协助的人协助这些旅客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TWAC 是免付费，外来旅客于抵达台湾前3天内需完成填报。为了配合新制上路，移民署已经提供 QR code 的连结，而且协调各大海空运输业者伫机场和港口设广告，方便旅客来扫 QR code。无成完成的人上班爱伫到台湾护照查验进前完成申报。记者综合报道。台湾高铁有加日本买12组上新型的列车，这新列车唔那加做噪音阻挡列车稳定度拢有关以外，这抗行李的空间也变较大咯。这新列车上紧伫咧2017年开始投入营运。占入日本 JR 新干线的车辆基地，这台上新款的 N700S 的车型，外观看起来和一般的列车差不多，但其实对内面跟外口拢真特别。这里是日本新干线的 N700S 车厢，那么未来台湾的高铁也会采取相同的车厢类型。除了可以看到这个行李置物的空间变大以外，未来在每一个座位上都会设置插头，让旅客充电。顶外的空间会当放26寸的行李箱啊，比今麦的是大真济。全自动车厢门，就算大包细包嘛会当行得真自在。便所有放家己的洗手台，伫椅仔顶悬阁有个人的读册灯，餐桌的面积加大等等。内装的部分充满大心的设计，正面貌大突破。采用这个车型，它可以减少20% 的耗能，那它还有减少20% 的刹车距离，兼顾到安全这个功能。那相对的，它也有增加一个自走电池的功能，它可以让我们在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让车子在没有电的状况下移动到安全的地点。新研发的至尊双翼型的车头，边边流线的造型，减少驶时阵的阻力。车顶全部的设计是完全袂差，配减震器来提升列车的稳定度。台湾高铁向日本采购12组的新列车，型号会加一个 T， 就叫做 N700ST。这个不断成长的旅人次啊，也使得大家共同都期待台湾高铁能够赶快有新的车主来解决现在大家常常抱怨的一票难求。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这一次啊，也特别来日本盯紧了整个我们车辆的打造的进度。新车厢暗算明年会运到台湾，2017年下半年投入营运。全部的列车上线了后，前方的发车能力暗算会当提悬25%，有可能会当解决即卖问题。日方过去是拍拼促成高铁的采购案，未来新车上路了后，代志关系会更较深化。公司国际记者施志豪东京报道。伫咧中国的长江内面有数百种的鱼啊，甲水族，却因为受到污染船只活动影响，这正做海底也个这中华是毋是强要断种啊？这保育专家也当咧使用人工培育，希望会当挽回断种的危机。长6300公里的长江，毋但是中国水上交通运输的命脉，也是几落百种鱼生活的所在。不过，即马这良好的生物多样性，拄着彻底消失加环境变化的重大挑战。其中本来住伫咧长江中下游的北极豚，2006年经过专家考察认定，已经功能性灭绝。这个村最后一只标本采伫博物馆，同款只危险的也有长江江豚。对我们来讲，这当然是个巨大的一个悲剧，也是一个沉痛的一个教训。因为白鳍豚它是处于一个食物链的顶端，跟长江江豚一样。如果它们不能在长江生存的话，那就多米诺骨牌一样，那其他的物种可能就一个一根会跟在我们眼前消失。长江江豚这嘛是极度濒危，因的数量自1990年代2500多只。到2017年，只敢存1012只。中国科学院水性生物研究所正积极伫咧做保育工作，伫咧长江中流的武汉饲12只长江江豚，为着要避免骨牌效应造成长江物种连续消失，北京当局2021年颁布《长江保护法》，禁止掠鱼10年，叫工厂搬走，禁止污水加化学物质排入去长江。
安尼先做有初步的效果，长江江豚的数量即马增加到1300只左右。乌北宜昌市就民众看到长江江豚，将近有3条，它就往上跳，跳的好像有一个是像夫妻一样的，有一个在后面，我是看到那种跳一下它就钻下去了，跳一下就钻下去了。不过专家担心长江正接的航军对长江江豚也是正大的威胁。我们可不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规范这个航运，哪些地方可以走，哪些地方不能走，哪些地方的哪个江段要控制航速，然后尽量采用一些新的技术，减少这个船只的造损等等。另外，伫长江特有的中华鲟，因为长江的顶楼起水坝，影响因洄游生态，怎么也拄到生存的危机。而怎么除了用人工饲来进行保育，要安怎改善长江的生态环境，和长江特有的鱼会当永续发展，是有关当局爱注重的代志。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新闻最后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嘉豪，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